整整88个回合。CS 电竞史上最长的职业比赛究竟能有多离谱？2015年 Lexus 和 Excel 在 ESL 英国区联赛中相遇，而两队上次交手就以16-1的碾压局收场。但这次在地图炼狱小镇上，比赛却演变成了长达88回合的怪物级对决。最初 AX40 率先拿下10分，以5分大优势领先，随后在进攻方连赢数局，将比分拉至14-8。然而就在胜利唾手可得时，所有人都没想到 Excel 突然觉醒，抓住机会连扳5局，硬生生将比分追平，而正赛也就此拉开帷幕。加时赛中，双方反复拉扯，始终无法取得获胜所需的3回合领先优势，比分从21-21、24-24一路攀升至40-40，一次次平局让比赛更加煎熬，选手更是直接崩溃请求平局，但对面却只想获胜。最终经过近3小时的鏖战， Phoenix 以46-42险胜，整整88个回合没有一次暂停，这才是真正的膀胱局。